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78日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好好做送別。我好感恩，我好健康，好有趣，好活潑，好有耐性，好堅持，好有幽默感。你嘅目標？我嘅目標係同媽媽玩，我覺得可以食嘢，可以瞓覺，可以打打媽咪，可以送大餐廳，可以瞓覺食嘢飲嘢，瞓覺食嘢飲嘢玩。好感恩，我好有能力，好有資源。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謝我老公陪我一齊玩，好感謝我嘅朋友唔捨得我，好感謝阿仔嘅朋友都唔捨得佢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親密。好多越嚟越多錢，越嚟越多錢。越嚟越多錢。如果中意就 like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